恳求上帝圣神降临伫阮每一个当工的心内，互阮伫侍奉的顶悬每一个动作、每一个声音、每一个心思，拢带有圣神的开拓。阮所念的诗歌，阮所共读的圣经，阮所发出的祈祷，求天父上帝你的圣神运行伫会中，互主你的话，互主你的灵，进入到阮兄弟姊妹，伫即间礼拜堂的内底，互敬拜你的人，包括伫网络顶悬阮的兄弟姊妹，拢得到上帝你圣神的充满。求天父上帝你运电运行伫中间。互阮所唱的诗歌、所共读的圣经、所宣讲上帝你的信息，拢会将造就人，也互人通得到帮助。阮恭恭敬敬将今仔这个礼拜交伫你的手，恳求主你的圣神施恩赐福，祈祷我个所有性命，阿门。大家平安。感谢主，咱会当伫遮做伙敬拜上帝。主，你是我的喜乐泉源，使我欢欣跳跃，自由飞翔，不被罪恶捆绑。你是我的永生盼望，你的爱有无比力量，从今直到永远。让我们来唱这首《喜乐泉源》。从今时直到永远，你
一首，我们来唱《有你同行》。我能勇敢走在路。
稣，阮感谢你，互阮会当自己伫咧遮学乐敬拜你。伫人生的道路上，你时时刻刻拢甲阮相甲伫地。无论是咧惊吓、伤心，也是快乐欢喜的时，你永远拢陪伫阮的身躯边。用恁的话正做骹前的灯，路前的光，引带阮行伫你所安排迄好搁水的人生。阮伫遮献上感谢，奉主耶稣的基督的圣名求，阿门。那我们再唱一次，每一天我需要你。当我坦然无惧来到施恩座前，用心灵诚实寻求你，亲爱的天父，我何等地需要你，需要更多你的同在，在我生命。我需要你，你话语如甘霖，每时刻。我需要你，生命如雨降临。这是我的祷告，愿我生命单单归荣耀给你，耶稣。这是我的呼求，每天都更爱你，永不失去起初爱你的心。每一天，每一天，我需要你，你话语如甘霖，每时刻。我需要你，生命如雨降临。这是我的祷告，愿我生命单单归荣耀给你，耶稣。这是我的呼求，每天都更爱你，永不失去起初爱你的心。请咱同心来敬拜，请奏乐。
恁着用摇花唱新的歌，全地拢着用摇花唱歌，着用摇花唱歌，祝谢伊的名，日日传播伊的救恩，伫日邦的中间讲起伊的荣光，伫万百姓的中间讲起伊奇妙的所做。因为摇花最大，应该受极大的懊恼；伊伫正神明的顶面，应该受敬畏。这请咱三甲来吟圣诗，学了上帝圣诗第15首，求上帝发出你的光，以及你的真实，来引带我上到圣堂，通甲天父亲密。请咱起立吟全首。即时，请咱三甲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囝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圣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，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。第三日对死人中国活，上天，打坐伫全能的父上帝大屏，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圣，共同的教会，圣徒的相通，罪的赦免，肉体个我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也坐，请坐。请咱三甲来启应，启文19篇，诗篇95篇，圣诗的后壁面，我来启，请咱来印。来啊，咱着用摇花唱歌，用咱的唱歌出欢喜的声，咱着到伊的面前感谢伊，用诗歌用伊出欢喜的声，因为摇花是大的上帝。是大王赢过拢总的上帝。地深的所在，在伫伊的手中；山悬的山尖也属于伊。洋海属伫伊，是伊创造的；
大地也是伊的手做成的。来啊，咱就鞠躬敬拜。跪落伫创造咱的主耶和华的面前，因为伊是咱的上帝，咱是伊养饲的百姓，是伊手下的羊。今仔日恁若听伊的声，就毋通以恁的心。接下来咱来念圣诗，圣诗第18首。上帝慈悲无穷无尽，恳求施恩予我。天父显明至大怜悯，撤销拢总罪过。请咱坐咧吟全首。这时，请咱三甲阿头来祈祷。稳定的主，听阮的天父上帝，伫中秋主日，阮组织伫圣殿同心敬拜，献上阮的感谢甲懊恼。主啊，你是信实公义的上帝，你的名伫全地应该受尊重，你的权能应该受敬畏。主啊，阮人算是啥物？你竟然遐尔关心阮？世间人是啥物？你竟然安尼看顾阮？也阮的主上帝，感谢你，将阮当作你尊贵宝贝的儿女。主啊，伫你的面前，阮省察阮家己的罪。阮感觉亲像有重担缀伫阮的身上，阮的心内充满侪侪忧伤、劳苦、操烦甲挂虑。主啊，你的疼痛永远无改变，求你怜悯阮，因为你有丰盛的慈爱，求你撤销阮的罪过。主啊，阮知
为着做忧伤痛悔的，你得甲无看轻伊。阮明日只有信靠你，只有信靠你，阮才通得到恩惠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阮的生命、家庭、甲教会，也有阮所疼的国家台湾，甚至是伫全世界，拢是伫你的掌权下面。即礼拜世界因为美国政府推动贸易关税的政策，全世界拢受到真大的影响。台湾嘛同款有受到冲击。我们恳求主你保守带领，互美国政府的政策会当搁较周全来考量。嘛恳求主你保守台湾的政府伫接续甲美国的谈判当中，会当有好的结果，互所有的冲击会当降到上低，互台湾的社会经济会当稳定，人民百姓拢会当安居乐业。听我的主耶稣，阮要迫切为着台湾来祈祷。阮的国家面对真侪困难甲挑战，有真侪事需要阮逐人去关心。希望阮每一个人，阮的气力是细，检查阮做袂来，总是主你甲阮讲。若是做袂来事，阮哪爱祈祷？主感谢你，互阮会当通过祈祷，寻求上帝的怜悯甲帮助。恳求主你保守看顾阮的国家，看顾阮所有的人民，赏赐阮有智慧的心，行公义、好人民，彼此相疼，人人拢有疼乡土的心，互阮会当久长平安。徛起伫这片美丽的岛屿，阮伫你面前献上祈祷感谢，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免。上帝有个，就是拄起世界的罪。请献歌队。
即时请咱三甲来共守上帝话。大先，咱来看旧约圣经米迦书第6章第8节。米迦书第6章第8节。人啊，伊捌指示你，啥物是好？耶和华爱你啥物啊？独独爱你行公义，心存怜悯，谦卑，甲你的上帝相甲行。咱搁看另外一位记载伫新约圣经哥林多后书第5章第8节到第9节。哥林多后书第5章第8节。安尼，阮好胆，也搁较欢喜离开身躯，甲主相甲点。所以，无论点伫身躯，也是离开身躯，阮所伫意的是互伊欢喜。正道，今仔日正道的题目，甲上帝同行的态度，请曾牧师。愿享受平安的上帝，互伊的平安踮伫恁的中间。咱做伙来祈祷。主，你是享受平安的上帝，你也有应允，特别甲每一个你所拣选、你所听的囝儿，互因伫人生的中间甲主你同行。主，伫今仔日中秋节，要进入教会一个真要紧的节期。就是受难周，阮的时代，阮的信仰的前辈，常常安尼鼓励阮，伫受难周的时，甲主同行。通过圣经的故事，一日搁一日，真侪阮的灵修，也真侪阮反省信仰、反省甲主耶稣的态度，的一个真要紧的一礼拜。主，愿你的圣神来感动所有阮的兄弟姊妹，对牧者、长老、执事、教会兄弟姊妹，甲阮每一个细囝，祝福阮的家族，甲主你同行，祝福阮的人生中间领受甲你主你同行迄种你的供应、你的祝福，也互阮享受甲主你同行应该有的智慧甲态度。主，恳求你伫今仔日的礼拜中，你的圣神将你的话讲互阮听，阮伫你的面前安尼恳求祈祷，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亲爱兄弟姊妹，今仔日我要鼓励咱用一个节期，就是咱伫教会中间一个真传统，就是受难周。受难周就是伫圣经的故事，耶稣伫世间最后的一个礼拜。这个礼拜有真多的信仰的功课甲信息，亲爱兄弟姊妹，咱要通过这个受难周，咱来学习、操练，咱怎样甲上帝相同行。亲爱兄弟姊妹，甲主相同行，毋是一个理论，甲主相同行是一个咱伫人生中间重新得到快乐，一个真要紧的功课。所以要邀请兄弟姊妹伫这个受难周的时，毋是干那参加咱所有的祈祷会，该当作是一个活动。兄弟姊妹，礼拜祈祷会早经拢毋是活动，基本上就是人借着迄个机会，甲上帝相同行三千棍。一个拄拄信主的兄弟姊妹，更加需要认真来学习，怎样伫人生的中间甲主来同行。所以伫今仔日整个的信息的内底，我要甲兄弟姊妹来分享三个祝福，甲三个态度。伫今仔日的旧约中间，你讲起三个甲上帝同行应该有的态度。第一，就是爱有对的心，伊叫做行公义；第二，就爱有怜悯人的心，心中充满疼；第三，用谦卑甲主相同行，迄个谦卑就是虚自，毋是自卑。谦卑就是讲，将家己的需要，将家己的骄傲，将家己想要爱有的迄种的成就感，
咱伫主的面前幸福，谦卑咱家己。这是三个态度，三个祝福。上帝祝福你，你每一个咱的个人，上帝真心来祝福你，改变咱的态度，改变咱的思想。伫咱行人生的道路顶端，上帝将一个满足的喜乐，就是彻底上对咱内面的生命中间对咱的改变。第二个改变，愿上帝通过你改变你的家族。你讲牧师，敢有可能？我家己都改变不了啊！我要怎样改变我的家族？咱中间有郭依林，伊会信主。你看今仔日咱伫敬拜赞美中间，连郭依林的妹妹的囡仔，佩琴、方怡、雨禾，兄弟姊妹，阁有就是亚慧，亚慧甲平凡来咱教会，毋是敢若因两人来咱教会，后来连伊的妹妹嘛会使，踮伫台南，嘛甲德成教会当作是伊的宝会。兄弟姊妹，愿天父上帝祝福你的家族到代代，上帝予你这种的祝福，毋是干那伫咱的一生，嘛伫你的囝儿孙。亲爱兄弟姊妹，上帝，咱若甲上帝相同行，咱不但改变咱家己甲咱的家庭，咱嘛要改变咱的国家。今仔日，咱的长老伫祈祷的中间，因带咱为着咱台湾这个国家来祈祷。基督徒受拣选。组织伫上帝的教会，咱会当为台湾做啥物？兄弟姊妹，咱毋是单孤单的人，门关起来，咱家己吟诗做礼拜，咱家己好就好。毋是，基督徒伫这个世间是光是盐，所以基督徒对这个世间应该爱有改变的能力。我有机会伫神学院做分享，参与伫神学教育的过程，我一直咧想讲。台湾人有一种人，伊伫这个世俗的时代，要找一个真清气性，会当追求圣洁的生活的所在。因看教会当作是一个有可能，恁同意吗？教会本身应该就是见证一个圣洁的生活，互咱的厝边感觉讲，伫这个社会中间有真侪人真世俗化，确实有一群人因欢喜甲主同行。互人看起来改成好像真呆板，但是因伫伦理生活、伫道德生活顶悬，因坚持毋是传统那点，就是清气性，活出真正的真善美。如果连教会嘛放弃这种的态度，神学教育也放弃这种的坚持，那安尼，教会就亲像一个无味的盐，要互等伫粪扫堆内底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兄弟姊妹，伫今年对这个今仔日的礼拜开始，我要鼓励兄弟姊妹安静你的心，伫这礼拜中间常常半时间，伫你工作休困的时阵，拨较侪时间，毋是干那参加咱教会祈祷会，你安静，若会当牧师鼓励恁，恁摕约翰福音第13章甲17章，一日读一章，兄弟姊妹。最后的一个应验，耶稣伊对伊的门徒所讲的话，第17章最后的高潮就是耶稣要行顶12架迄个事情。耶稣出声为着伊的学生祈祷，迄个祈祷是耶稣为咱的祈祷。咱真少人知影讲，耶稣早在2000年前已经为着咱人生的幸福、甲信仰的德性，为着咱祈祷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愿咱伫今年的受难周，每一个兄弟姊妹拢开始操练，伫将来你的生活，24小时拢甲上帝同行。你咧困的时阵，上帝甲你做伙；你醒起来的时阵，你去工作，上帝嘛甲你做伙。你开车出外，你开车倒来，时时刻刻拢上帝甲你三甲地地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甲主讲，主啊，求你怜悯帮助我。互我伫今年的受难周，就亲像伫以马忤路上，甲耶稣基督同行的哥留巴。这个故事中间讲有2个人甲耶稣同行，但是较记一个人尔我无人解说。这个人有人讲伊就是耶稣的阿叔，
有人讲，这个格留巴的太太就是伫耶稣顶十字架顶的时刻，伫各国他有3个玛利亚，其中有一个玛利亚就是格留巴。圣经约翰福音书讲格罗巴，这个负责人，伊是耶稣的阿姨。耶稣的妈妈玛利亚，耶稣的阿姨玛利亚，阁有一个莫达列的玛利亚。兄弟姊妹，咱伫今年的受难周，咱的圣神带咱体验着耶稣偌尼疼咱，体验着耶稣偌尼疼咱。咱甲耶稣讲，耶稣对今仔日开始，今生今世，我每一时刻拢愿意甲你同行。所听的姊妹，愿上帝牵你的手，无放开你的手，对你开始接纳耶稣，对到一生永永远远，主耶稣的手，小命命牵条条，互咱伫咱的一生中间，甲主同行。用这礼拜做灵修操练，一年一年的受难周，咱哪来哪大汉，哪来哪坚定的信心，哪来哪诚实。甲上帝迄种亲密的关系，无人会通隔断甲挂离。愿天父上帝，咱就今仔日的礼拜，甲上帝相同行是一个足深的意义的功课。兄弟姊妹，你若对主调调，时时刻刻；你若对主调调，时时刻刻，主的手就以马内利的平安，主就摇花以色列的供应。主就有伊的社拢平安，甲你三合之地。现在你愿意？你甲主讲，主互我或者困，或者醒起来，我拢意识到，我的生活其实就是甲你做伙。愿天父上帝听咱在座有讲阿门的人，这个圣神就甲你三合之地，直到世间的落尾。甲主同行，毋是一个口号。甲主同行是咧讲起一种人甲上帝真亲密的关系。兄弟姊妹，你甲上帝关系有亲密吗？伫你的印象中间所读过的圣经内底，你感觉对一个故事上会当提醒你人甲上帝相同行？那我有2个故事，一个就是拄则咱咧讲的以马忤罗州迄个格留巴，当伊失志，无论伊是毋是耶稣的阿叔。无论伊的身边迄个格留巴的迄个另外一个门徒，是毋是耶稣的阿姨玛利亚，或者是一个无共款的另外一个人，但是这2个人，当因拄着失去耶稣迄种心内怨叹的时阵，头壳咧咧，但是伫以马忤罗镇，耶稣甲因同行。这个故事讲，当因行到因的厝的时，因忽然目睭金，伊讲原来就是耶稣，拄则陪咱行路的迄个耶稣，原来就是耶稣，因的心火热。个另外一个故事，今仔日我等一下要甲咱讲的就是出来记33章，迄个人叫做摩西。所听的姊妹，摩西一生是一个甲上帝相同行，真要紧一个。咱信仰中间通学习模范的人，愿咱通过圣经的故事，咱甲上帝讲，伊有的我嘛要有。兄弟姊妹，恁拢有，我拢有。愿这个上帝是带我的时代人行十字架人生道路的上帝，也愿这个上帝也是恁的上帝，教恁的行行顺顺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这个亲密的关系要带来3个改变。第一，咱的生命要深度的改变，或者你敢愿意互上帝改变你的人生？咱若来到教会做礼拜，咱若无觉醒，若无迄个意愿讲，主啊，伫这个礼拜中间，我要听一句会当改变我生命的想法的一句话，咱别来，敢是？咱做礼拜就是望会当伫礼拜中间听到一句圣经节。听到一句话，心内有一个感动，讲对啊！我过去较安尼生活，对今仔日开始，我应该用一个新的态度甲新的生活方式。咱的生命、个人彻底上的改变，后来这个改变要到你的行行顺顺。你的囡仔伫教会大汉，毋是参加这个青少期主日学，
做游戏、做桌游，安尼尔。咱的囡仔伫教会内底，就亲像迄个撒母耳，伊伫神圣的一个空间中间，因慢慢受保护，因的想法受保护，因的态度受保护，因的品格受保护，因对真侪外面的世俗的态度，因会感觉迄个无好，我无爱。愿主祝福咱的家族，祝福咱这个大家庭，嘛改变全台湾。顶礼拜我讲到一个清教徒的家庭后代的传谱，我讲到伊的责任，有人伫礼拜了有意见，兄弟姊妹，一个信主的家庭，你的后代无拄拄是家己，真夸张啦！川普讲：“你若摕500万互我，我就互你一张金卡。”做总统安尼做，歹势。恁若讲啊，无输你甲讲倒莫阁共批评人，人其他国家。一个清教徒的后代的总统，真无共款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出好行顺。愿天父上帝，互咱毋是干那伫教会好，咱伫社会好。存公义、好人品、谦卑，甲上帝相同行。这毋是口号，这是活出来上帝爱的3个态度。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，甲咱讲，甲主同行有2个意义。一个是上帝主动要甲咱行，圣经讲迄叫做以马内利。你记住无？耶稣出世的时候，马太讲，伊的名要叫做以马内利。伊代表伫至高的所在，阳光归伫天父上帝，伫地上平安归伫伊所听的人类。所以甲主同行第一，就是要有以马内利的平安。上帝要将伊家己，伊有一句话记载伫出来记33章14节，等者咱会读到。伊讲：我要亲自甲你同行。这是一个足大的应允呢。当因来到这个过红海了，来到西奈山下，要上帝应允的迦南地行的时，以色列人做一个天大地大得罪上帝的代志，就是伫山骹拜金牛，上帝生气，伊讲：恁去，我有答应你，恁要有一个应允的迦南地，但是恁家己去，我不爱甲你去，去死啊！恁这的人乱来。33章开始，上帝是安尼受气。摩西甲上帝使奈呢？伊讲：你何苦甲阮对我迄个埃及带出来？啊，到这你叫阮家己行。摩西甲上帝使奈讲：你若要甲我去，你先来叫我去。上帝讲：好，我亲自甲你相同行。也这个上帝是这种的上帝，以马内利的上帝。第二，甲上帝相同行，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讲，我愿意，主耶稣我愿意，在基督里，现在有无？对今仔日开始，我活伫耶稣基督的内底，我要时时刻刻意识到，伊为着我，遐尼艰苦宝贝，死伫十字架顶悬。这个耶稣，我较会当放杀伊咧。所以第二个，甲主同行的意思就是讲，主我愿意踮伫你的内底，我愿意踮伫你的内底。亲爱兄弟姊妹，愿上帝圣神将这2个意思放伫你的心内，互你一方面伸手甲主讲，主看我；一方面你伸手讲，主我愿意将我的手，互你看。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将这种的感觉、甲这种的信心、甲这种的愿望，放伫你的人生。伊讲：我虽然行过死命山谷，也毋惊灾害，因为你甲我三甲伫地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背起来，将这个当作你伫绝境中间的信心。伫你感觉头前无路通行，伫你感觉拢无开来通行的时阵，你无放弃上帝，嘛无放弃家己。兄弟姊妹，愿这句话伫你的家族、甲你的囡仔、甲你家己，互咱无论拄着什么种情景。咱拢相信，代表伊的信心就是咱的信心。我虽然拄着对敌，你甲我拜设联社；我虽然行过死命山谷，嘛毋惊灾害，因为你甲我伫地。也在你讲阿门嘛？
你愿意即个上帝陪伴你伫流目屎的时刻，伫你感觉郁卒，你感觉毋知影，较会安尼的时阵，行无路的时候，你感觉讲主啊，虽然看无路暗淡，但是就算做亲像青梅，你甲我牵，我嘛要对你行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互咱有即种的信心，有即种的勇气。因为咱的主耶稣甲咱讲，我是世间的光，来对我。甲主同行的意思就是接受耶稣的邀请，讲主我愿意，我要对你。对今仔日开始，我的家族无搁再生活伫迄个糊涂、无知、骄傲、固执、傲慢、偏见。主求你帮助我，互我一生行伫光明的中间。愿天父上帝，享受平安的上帝，甲恁三合伫地。愿享受平安的上帝，这个事情。望着你的心，你对伊讲：主，请你进入我的生命中。主求你进入我的生命中。主不但进入我的家内，主你嘛进入我，会行行顺顺，阮整个的家庭。愿这个上帝甲恁三合伫地到万世代。今仔日我要甲咱讲两个功课。第一个功课就是咱来想三个改变。甲主相同行的时阵，咱的命运要改变，咱的人生要改变，咱的态度要改变，咱的能力要改变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因为当咱相同行的时阵，这个以马内利的上帝，伊讲我要亲自甲你相同行。虽然咱检测有当时会得罪上帝，像如圣经中间上帝虽然无讲要气死伊，但是上帝真正是气到要死。因为伫西奈山骹，上帝只无讲即句话，这是咱伫感情上、伫读圣经，咱知影上帝其实非常的生气。伊讲恁家己去，咱就爱甲上帝讲：主啊，我若得罪你，嘛请你无放杀我，请你甲我相同行。也即恁若愿意读即段圣经，恁就会今仔日安静甲出来记33章，重新读一届。上帝讲上水的话就是讲好。因为你会祈祷，我要甲你亲自甲你三合伫地。我要亲自甲你三合伫地。这个圣经伫旧约的话，伊原本的意思就是讲，我的面要看顾你，对你的脚步去。迄个圣经的意思是讲，上帝面光，上帝面恩咱。我的面要甲你，无论你到什么所在，我的面拢要看顾你。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。互咱真正通过这个礼拜，每一个兄弟姊妹，咱甲上帝有一个足亲密的神圣的关系。甲上帝相同行，就是一个亲密的关系。愿天父上帝甲咱三合伫地。哇！上帝啊，我真爱做你的好朋友。出来记33章13节，耶和华对摩西讲话。耶稣伫摩西伫甲上帝讲话迄个时刻，伊心内有一种足温暖的感觉。互人疼惜，所以后来伊咧甲伊子孙讲，即个口述历史，就是伊伫西奈山顶甲上帝讲话的时阵，伊甲写伫这出来记33章第13节。伊讲当上帝甲我面对面讲话的时阵，伊互我的感觉就是，伊是我上好的朋友。听这，摩西伫伊咧讲起伊一生的故事中间，特别是伫这个旷野40年，伊一落山了后，伊讲一句话。我上山的时阵是夹着一支管影，迄是我的过洋40年的旷野的管影。但是我落山的时阵，我手夹的毋是迄支管影，是上帝的管影。兄弟姊妹，伊的人生改变。虽然同款是伊手所夹迄支管影，上山嘛是一支管影，落山嘛是一支管影。但是为什么摩西伫迄个管影顶悬琢磨？这句话就是讲，加上一个注解说，我手握上帝的管影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若甲上帝相同行，咱要感谢上帝面的光。伊讲伊亲自甲我三合伫地，就是大概咱讲话，你就感觉上帝伊的面的光咧回应你。当上帝回应咱了后，咱开始伫人生的中间，各种的情境中间，咱就要感觉上帝将伊的能力的关影放伫你的手中。现在，互这个故事变做你的故事，好无？
你减管理，伫你的人生中间，你的手中上帝互你有能力的关啊。你甲上帝讲，好，好得无比的应许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个礼拜，为着家己的改变，为着生命改变来求上帝讲，主互我对你的骹步，主我愿意，彻底上来跟对你，互我的生命深度的改变。兄弟姊妹，咱的生命爱彻底上的改变。耶稣甲伊个改变叫做顶头生，前我痴迷，打我看见，赐恩典这条歌有无？兄弟姊妹，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不过再做青的人，不过再做过一个人，做一个谦卑，做一个圣洁，做一个顺服，听有上帝的话，看有上帝的话。今仔日个金句讲。恁伫我定句顶悬所学、所听、所看，其实即句话爱改做：咱伫耶稣的面前所学、所看、所听。兄弟姊妹，恁毋是学我。保罗讲：恁都爱学我，亲像学耶稣基督。保罗所讲即句话应该改做讲：咱伫耶稣基督顶悬，今仔日个金句讲：所学习的、所领受的、所看见的、所听见的。恁拢着照安尼去行，就享受平安的上帝要甲恁三甲地地。所听的姊妹，愿上帝改变你的想法，互恁来做礼拜，毋是为着要做人际关系。今仔日来看到一个咱真久无看到的人，咱是来亲近上帝。伫上帝的面前，咱的生命成做新的人。不过再是我，乃是耶稣基督伫我内面。所以，弟兄姊妹，换手伫你家己的心祈祷讲，改变我，充满我，亲爱的圣神，改变我的心思意念，对头壳，到我的心，到我的骹步，或者你会当安尼祈祷，对我的头壳，对我的心，一直到我每一次所要行的道路，主你保守我，互我做对的事，行对的路。想对的事，讲对的话，求天父上帝，互我无搁再是我，乃是耶稣以马内利踮伫我内面的话。愿天父上帝祝福恁的家庭，这是第二个改变。愿超越你的囡仔三个囡仔，因为恁的心祝福因到代代。当因大汉的时，恁放心，恁知影讲因 ready 准备好势。毋免搁再许多人陪，因会当继续行。乔文，你毋是为着伊灵来做耶稣，你是为着你家己，你嘛是为着你的丈夫来陪伴你家己。上帝要祝福恁的家庭，所听的弟兄妹，上帝祝福恁的家庭，互恁的家庭后来恁的故事，就亲像马大马利亚的故事，互恁的故事亲像。耶稣基督行过，逐所在得到人面的人的故事，愿天父上帝甲咱三甲地地，甲主同行的父母，要深深影响你的囡仔。有针对许多人有一个土气，就是我的囡仔，较安怎讲都听无。兄弟姊妹，毋是用讲的，是用咱的生命，跪落来祈祷。今日头前，互你的囡仔对，所听的姊妹，一个甲主同行的许多人，你的囡仔一定会对你的骹步讲：妈妈，我嘛要亲像你。而且你相信吗？有真侪这种的信仰的见证，一个许多人改变了后，伊的囡仔嘛改变。伫我拄来教会无偌久，迄几年，有一本。中文的册是一个姊妹所写，叫做《活泼的生命》，我也无记唔到。伊是伫一个美国的台湾人移民到美国，后来伫美国信主了后，伊的生命得到改变。读透早起来祈祷，读透早起来读圣经，伊的生命完全改变。迄个时阵，因的家庭拢是未信者，即个妈妈是初代信徒，伊的大查某囝8岁，对7岁到8岁。后来，这个囡仔8岁的生日，
妈妈讲：“你爱什么礼物？”伊讲：“妈妈，我想要爱有一本圣经。”我妈妈伫过去的1年中间，我看到你，大概若讲到耶稣，你的面拢无共款。妈妈，我看到你，伫我7岁之前，妈妈甲8岁的时阵，妈妈1年中间，妈妈拢无共款。妈妈，我要爱有一本圣经，迄个当改变你的迄个耶稣，嘛要成做我的耶稣。后来，这个姊妹的查某囝对伊6年做伙读圣经。所听的姊妹，上帝祝福咱。咱的信仰毋是理论，咱的信仰是享受。既然咱来到上帝施恩造成，愿上帝赏赐咱开咱。求主耶稣将恁的土开收起来，好无？愿主耶稣接纳咱的土开，也愿主耶稣对天灵赏赐，以马内利的开咱，互咱伫将来有一个仰望讲起得救的故事。主赏赐咱开咱，摩西甲上帝讲，对，拄则我咧讲的即节啦，第33章第3节，足水的话，我家己无爱阁甲恁去啊，因为气死啊，我气死是我加起伫迄句话啊。上帝伫西奈山顶看到西奈山伊的百姓伫遐拜金牛，当摩西落来时，上帝将伊的话传互摩西，摩西责备伊的兄弟姊妹。上帝甲伊讲，我无要阁甲恁继续行，伫今仔日开始恁家己行。我会甲恁准备的所在，我照讲照行，我嘛要祝福恁，但是我无要甲恁同行。摩西就惊。上帝讲，我实在真受气死，因为行了伫半路我出手消灭恁。兄弟姊妹，上帝是圣洁的、至实的神。上帝若无甲咱拍卡称是因为伊要阁忍会掉人民咱。毋通看轻上帝，毋通亵渎上帝。愿咱伫主的面前，咱听有圣经内底有真侪话，是一个警醒，是一个劝勉，也预防咱将来重蹈覆辙。过去古早人做的毋对，咱今仔日有可能嘛会照安尼做。求主怜悯咱。所以摩西听到即句话了后，摩西甲上帝讨价还价，伊为着以色列人发出伊的祈祷。所以出来记33章是足水的话。当规定人几十万人甲摩西做伙对上帝甲上帝同行，行到半路，上帝讲：“我不爱行，恁家己去。”也即袂，即个上帝虽然是安尼讲，但是基本上上帝早就知影讲，伊一定会佮伊行。伊嘛知影伊的所竞选的即个罗卜摩西是一个真够甲上帝参详的人，所以上帝回应伊讲：“好。”你有遮尔大的使命感，我也要亲自甲你相同行。我会解说圣经到遮，即句话诚做我伫祈祷中间为咱的祈祷讲。讲即句话，上帝要亲自甲恁相同行，恁相信吗？毋是讲道的上帝，讲道中的主角，是伫恁将来的人生中间。这个上帝有愿要甲恁相同行，直到恁一生的结束。愿天父上帝话照安尼做，因为伊是一个怜悯人、无快快受气的上帝。求天父上帝甲恁相合伫地。圣经讲义人的后代的确得到拯救。恁若重视伫上帝，恁也了了上帝。咱若谨慎用上帝话做咱甲伊同行应该有的态度。咱的人生的确无共款，上帝嘛要用咱，亲像用摩西。上帝要用咱，亲像用摩西。拄则英皇长老的祈祷，就亲像摩西伫上帝身边的祈祷讲：主啊，哪会通安尼？主你无放杀台湾，我相信将来台湾也有一日有仰望出头天，毋是因为咱这群人参与偌尔侪社会改革的行动。对头一日到今仔日，咱的上帝拢为着台湾一直咧做祝福的工作，所以毋免惊，但是要有行动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。我对细汉所看见，
这是台北所讲。我对细汉出世，到我这么年老，我所看见敬畏上帝的人，无一个人伊有上帝气杀。对细汉到我年老的时阵，我了解义人的后代，上帝祝福伊。我嘛是安尼阿免。我对细汉到今仔日，我看见敬畏上帝的人，毋是求平安贴福寿，是因为上帝当逐种天国的福气，拢放伫因的家族的中间。愿天父上帝甲咱三甲地地。第二，我要甲遐弟姊妹来思考，什么是咱应该有做基督徒的态度？做基督徒的态度，嘛会当讲伫今仔日的题目叫做“甲主同行应该有的态度”。今仔日牧师所读旧约这段，米迦书第6章第8节讲：行公义、好人品、谦卑，甲上帝同行。行公义、好人品、谦卑，这三项的态度，什么意思呢？圣经的头前佫讲，这是上帝指示你。上帝看最重要的三个态度，所以你姊妹深深来想，伫咱做基督徒的日子中间，咱有嘴讲上帝的教示，但是咱的骹步敢有甲咱所讲的有一致？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听即句话：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什么是好，伊要求你做什么？先伫米迦传达上帝所讲，上帝爱你行公义、好人品、存谦卑的心，三个态度拢是毋是干那谦卑甲上帝同行尔，是公义甲上帝同行，还佫有人品的心甲上帝同行。第三则是谦卑甲上帝相同行。那安尼，什么叫做公义？兄弟姊妹。这三个态度行公义，公义是什么？什么叫做人品？什么叫做谦卑？牧师毋免解说，我相信恁拢有答案。但是牧师要甲咱讲，圣经内底安怎讲上帝的公义？上帝的公义毋是讲正义感、正直、法律，一个社会中间有真尊重人安尼尔，毋是。圣经内底咧讲的公义，就是 right， 英语叫做正确的，但是用信用的话叫做合乎神的想法的事情。圣经咧讲的公义是一个上帝想的对的代志，迄叫做公义。甲政治、甲社会法律的公义无共款，迄上真假啦。那法律咧讲的公义是伫上帝的眼光中间，伊是要个足低层次的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对圣经学到这个话。今仔日的金句甲咱讲，今仔日的新约经文安尼讲，阮要好胆，阮要好胆，阮欢喜离开身躯，甲主三甲大，无论伫身躯或者离开身躯，所得意的，拢是要互我的主耶稣得到欢喜。即句话毋是咧讲，伫我的身躯是我的时，伫我离开身躯是我死去的时阵，毋是。伊的意思就是讲，伫我的行为，伫我的思想，当我的思想离开我的身躯，甲我的言行不一致的时阵，这个意思。但是即句话咧讲，言行都一致。我的灵魂出窍，我的想法，我的思想离开我的身躯的时阵，嘛是安尼。我的行为嘛是安尼，是安怎呢？我所做、我所想，拢为着要互我主耶稣基督欢喜，兄弟姊妹，讨神的喜悦。这是这段的经文所以公义是什么？公义照圣经的解说，伫信仰历代，这信仰的模范者，伊所留予咱的解说，伊毋是一般社会公义甲正义安尼那定。伊所讲的就是合乎上帝的性情。所以兄弟姊妹，今仔开始，咱每一个人拢有一个家庭作业。你听好，恁开始爱伫祈祷中间问上帝讲：上帝，你像什么样子？
伫你心目中，你感觉上帝，伊是一个什么种性情的上帝？阮天父上帝甲咱三甲伫地，求圣神开咱的目睭，互咱看到上帝伊一切所做的好，英语叫做 right，R-I-G-H-T， 做正确的事情，想正确的事情，说正确的话，做对了正确的事。阮天父上帝帮助咱伫这个家庭作业顶悬，因为你哪安尼想，上帝就你显明伊家己。当一个囝儿来咧看伊的爸爸的时阵，伊的爸爸会伊来看，就亲像一个囡仔咧学行路的时候，伊来目睭看伊爸爸，行袂知的时阵，伊的爸爸一定会伸手，甲伊引导，甲伊牵咧。兄弟姊妹，今仔这个家庭作业就是，你会当问上帝讲：上帝，你生做什么款？上帝，你爱什么？圣经要甲咱讲，圣经要甲咱帮助。所以圣经咧讲起行公义的意思，就是要有正确的动机、正确的方式、正确的行动。有真个时阵，咱话讲出去了，迄个动机拢无经过你思考，讲我做这样代志安尼好无？所以咱顶管才有设一个功能叫做收回啦。因为你所讲出来话，就泼出来水。当你想着讲一句无适当，你都去收回。亲爱的姊妹，人的动机、人的方法、人的行动，这对基督徒真重要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个礼拜第二，什么叫做怜悯？兄弟姊妹，恁去回想迄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，耶稣安怎讲？对一个人是一个人的好处边，当伊受伤倒伫旷野，有人行过，拢无人停落来。伊讲到遐祭司、利未人、遐教会领导者，到最后才一个撒玛利亚人对遐过。耶稣这个故事咧讲起，伫教会内底有真侪信仰喙角讲甲全破的，遐个教会的基督徒。撒玛利亚人的意思就是，遐犹太人看袂起的，混血的犹太人。但是这个恁看袂起的兄弟，但是伊却完成了上帝国应该有的态度。伊看到这个人倒伫涂骹，伊屈落来，对伊的驴仔顶悬，对伊的马顶悬落来，伊落来看这个人，伊家己洗清气伊的伤者。然后，予伊徛伊所徛的精神，带伊到旅社，互伊伫迄个所在疗养。信仰毋是出一支嘴，信仰是后来即个耶稣所讲的撒玛利亚人所做，出于对生命的疼惜、关心、行动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。第三，什么叫做谦卑？耶稣家己本身就是这个模范。圣经讲，伊本有上帝形象，你会记这句无？却取了奴仆的形象，屈给家己虚己。人有一种的本性，就是用自我做中心，恁敢不同意？自我做中心是人出世就会晓的，但是一个信仰开始改变的时阵，除了伊用家己自我做中心的时阵，会晓虚己的事，伊所追求的画面就是，伊无搁再通为着家己活，伊要为着上帝交付伊身边中间软弱欠缺的人来活。亲爱的姊妹，愿主用伊的疼，愿主用伊的疼，充满你的内心，互你的生命中间满满有主耶稣基督对世间怜悯的心。兄弟姊妹，为着咱的教会来祈祷，互咱的教会是常常有怜悯人的心，有同理心，有耶稣基督伊的慈爱，甲咱三甲伫地。对安尼更加重要，就是互咱的行为，甲互咱的思想，拢得到上帝的欢喜。伫这个所在讲，地上的身体
跟属天的身体。好，这是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。讲点是身躯，或者离开身躯。现代中文译本翻译作水，伊讲，无论是点伫这个地上的身躯，或者我的心思意念是属上帝的国度、上帝的圣神感动的迄个身躯、属灵的身躯，拢为着要互上帝欢喜。愿天父上帝甲咱三甲伫地，愿享受平安的上帝，甲恁同在，直到恁一生的路尾。咱三甲来祈祷。以马内利的上帝，伫圣经4000年的故事的内底，你常常陪伴你的囝子，陪伴你的百姓。愿恳求主你即时来到阮中间，甲阮同行，祝福阮经历着以马内利的溃烂。祝阮中间有人渴慕，会通对你来领受怜悯。我嘛深深相信，当你祝福阮、坚固阮了后，阮要真侪阮的家庭的祝福，真侪阮的囡仔的祝福，真侪这个社会的祝福。祝福阮，毋是干那用阮的嘴来对你，嘛毋是干那用阮的想法来对你，搁较要紧。主求你，互我用完全的生命，用实际的行动来跟对你。求天父上帝祝福。所有伫今仔日听你的圣经的话的，你的囝儿查某囝，因会当得到上帝你的怜悯，听见伫西奈旷野的所讲迄句话，你甲摩西讲，我要亲自甲你去，所以阮对你讲，感谢你，阿门。主求你甲阮同行到世间的路尾，愿咱的恳求祈祷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求，阿门。啊，这请咱三甲来吟圣诗来应答上帝听。圣诗484首 A 调。圣父上帝若甲咱相同行，虽有烦恼死亡，咱免惊吓。全无为圣主做工无时停，
进前就进前，请咱起立吟全首。先辈兄弟那甲咱相同行，虽有烦恼失望，咱免惊吓。全部的成就做工无是听，真正着真正。世上开来外靠是方卡，只靠全力成就有志稳当。好大个好大行，真有兄，真正着真正。对你的生命虽然心渺渺，到前的凄惨代志拢无停。咱靠成就你永远得胜，真正着真正。请坐，请咱准备心奉献。所以听这咱来用这条诗歌互相请安，愿主耶稣会听甲咱三角地地。愿主耶稣用伊的听，充满伫咱的生命，伫咱的家庭。耶稣听你。耶稣听你，伫咱的一生中，伫你一生中最大
咱脱离黑暗的关系。带咱进入光明的国度。哦，耶稣听你话求你，耶稣永远听你。咱当心来祈祷。主啊，感谢你的听，是阮生命中间非常重要。你存在的实在的经历，你的听若满阮的心，阮就知你实在伫阮中间。我要感谢你用主耶稣伫十字架顶悬的听，来改变人类的命运。主不但对耶路撒冷，后来到全世界各所在，主耶稣的听真侪弱势者，真侪孤单的人。真侪跨入幽门的人会帮助。主耶稣，你讲求就要互阮，阮伫你的面前恳求主，你将这份的听放伫阮在座每一个兄弟姊妹的家庭。主，互阮的家庭因为你的听，阮有满足的喜乐；因为你的听，阮的家庭就要充满和谐，阮的家庭就要充满无共款的态度甲快乐。所以，阮特别恳求主你，互破病、心中欠缺平安的每一个阮的兄弟姊妹，愿天父上帝你甲因同在，互因的心内因为主你的听，就除去所有人伫心中的不安。至圣的天父上帝，阮将阮的教会兄弟姊妹，特别年长的长辈交伫你的手，求主你互阮的士大人，互阮的教会年长的长辈，因伫你的听到一生的落尾，主啊，伫因年长的时。用你的听，互因心内有喜乐、有平安、有愿望、有尊严。祝福因每一天有教育的快乐，伫因的生活，甲因的行达。至圣的天父上帝帮助阮，互阮的教会也因为你的听会坚固。这间教会真做一个健康的教会，真做一个态度正确的教会。这个教会真做无自私的教会。主帮助阮的教会活出来你的听，今仔来到这个所在，甲阮做伙熟悉交陪进入伫圣教会内底的每一个兄弟姊妹，毋是因为阮咧讲耶稣听你即句请安的话，乃是因为因就感受到人也未讲的是，这个所在就有迄种人甲人中间真实的温暖相听，迄个气氛，因就知影讲耶稣听你即句话，毋是干那用伫请安。至圣天父上帝帮助这间教会，互阮拍开你的门，互更较侪需要耶稣你疼惜的人，因会当甲阮做伙当得到耶稣你的祝福，包括伫网络顶悬甲阮做伙敬拜的阮的兄弟姊妹，愿主你听到普天的伫逐所在，愿咱的恳求祈祷我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咱首先来为着生日的人祈祷。咱先来为着生日的人来祈祷，咱请生日的人来头前，咱就加好，好，知道，知道，知道。嘉豪生日快乐！耶稣听你，小心哈。好，咱来祈祷哈，咱来祈祷。至圣的上帝，阮为着嘉豪来祝福，伫伊的生日的中间，阮恳求天父上帝，你互嘉豪，伊伫上帝你圣神的充满。主耶稣，你知你的囝儿何等的疼你，主，阮嘛知影你何等疼嘉豪，愿互你来祝福伊。主耶稣，感谢你，感谢你。这所阮着你云节来祈祷，求主你用你的油抹伫头壳顶，互伊的生命充满上帝你稳定的滋味，互伊过来的365日，手捧救恩的杯。主啊，为着所有即个拜生即个兄弟姊妹来祈祷，求主你用你的稳定放伫因的家庭中间，无论是何幼女姊妹，就是曾某兄的太太。
无论闭月，无论晨阴，无论采鱼，无论穷长节，无论任何一个阮的兄弟姊妹，主伫生日的时阵，求你填满伊生命的杯。过来365日，互伊每一工拢捧起这个稳定的杯来试看主你稳定的滋味。主伫过来365日，互因手捧你救恩的杯，到伫逐所在来甲人同得这个杯的滋味的好处。主祝福因，互因的杯满出来，到因的身边的人嘛会当因为因来受祝福。主我咱的恳求祈祷，我给所有性命，阿门。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啊！好，过来，咱要来颁发奖学金哈，咱要来颁发奖学金。咱先请国小的来头前哈。要国小的吼，迄个，国小的有以琪、启信、雅泽、雅敏、陈勋、陈浩、方怡、雨禾、恩佩。来，过来一点点，过来，再过来一点，好，再过来一点点。你今年就有了哈。哎呀，没有呢。耶稣爱你们哈，加油，很棒哈，真棒，怎么没有你？怎么办？我个成绩。好，来，咱来给咱照一个相哈。恩佩爸爸，你来替恩佩领好不好？过来哈。太前国中好声兄，好声，你摕互恩佩啊哈。今天很棒哈，一起带敬拜赞美哈。你看拿着啊。好。好，再来高中佑新、惠安、以恩、齐轩、以恩不来哈，好。启轩、有心、惠安，好，陈牧师来照相。好。这个大学的，请恁来头前，千亿、以乐。以意的吼，互以乐得摕吼。还是很高啦。素恩，你听素恩了哈。好，咱来为着这囡仔祈祷，无论有领奖学金，无领奖学金，咱来为着咱所有的囡仔来祈祷吼。
咱有着咱所有的囡仔祈祷。主，阮为着你所赏赐阮每一个遮个囡仔来感谢你。主，你互阮对阮的囡仔身躯顶悬带着一种的渴望甲期待。每一个囡仔拢是你赏赐教会的宝贝。主，毋是用成绩的比较甲竞争来表明因的成就。我们求天父上帝，互因伫灵魂体顶悬拢四只健康。主，遮个囡仔毋是干那够读册，更较重要，互因熬做人。求天父上帝赏赐因圣神的帮助，因为若有你的圣神踮伫因的内底，因就要自然而然对因的内面生命有一个光。因知影生命的方向，因找到伫因内面的宝贝的价值，因看家己做宝贝，亲像上帝你看因最好。凡将每一个囡仔伫成长过程有可能拄到的困难，包括试探，包括引诱，包括困难，我们用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祝福阮所有的遮个囡仔，互因一生不但对细汉到大汉，到一生的落尾。伫任何的艰难顶悬，主你甲因同行，亲像今仔日阮所读圣经的话，你有甲摩西讲，我要甲你做伙去。主你亲自甲因同在，甲每一个阮的宝贝遮个囡仔，主，互因伫你的手中成做社会的光，互因伫你的手中成做主你的荣耀的记号，互这个社会因为因的存在也得到祝福。阮伫你的面前安尼恳求祈祷，我个耶稣的圣名。阿门。现在搁来，即礼拜拜一、拜二、拜三、拜四、拜六，咱的教会拢有祈祷会，吼，也会当伫教会内底现场参加，啊嘛会当伫咱的直播顶悬参加。啊，拜五营暗8点，伫喜乐保育园的礼拜堂，咱有一个二林区的秀兰州的圣诞礼拜，吼，欢迎兄弟姊妹咱做伙参加。啊，咱的教会要7点半要伫教会福音车对教会出发，啊，恁若住伫2林的恁就直接家己去喜乐保育园安对使，吼。耶稣听恁，耶稣听恁。好，好，耶稣也爱你，哈。好。这时我来报告，请咱掀开咱的酒报。顶周的聚会主日礼拜70人，现金5530块；主日后12人，现金678块；祈祷会有6人。本周的聚会主日礼拜早起9点半伫教堂，祈祷会每一暗，即礼拜受兰州拜1到拜4，以及拜6暗时8点。伫礼拜堂拢有祈祷会，欢迎兄弟参加。查经班，拜六早起9点线上的线上查经，暗时因为咱的祈祷会所以暂停。现讲的服侍，下礼拜四会请陈忠成长老，领诗请谢丽云姊妹。苏琴请李慧英姐妹，书宪甲招台请尤丽芬、詹文芬两位执事，爱餐请郭玉玲执事，新安宫以及每一灵修，请咱照这个顺序来读圣经。集体沟通第一，今仔日是中秋节主日，纪念主耶稣最后一礼拜进入耶路撒冷。邀请大家伫心灵中，甲耶稣的故事同行，参加教会每一暗8点的祈祷会。头拄牧师有报告，互你拜5暗，咱伫喜乐保育院有联合礼拜，二林区秀兰州的圣餐礼拜。若要参加的，咱伫教会是7点半，要集合出发。欢迎兄弟做伙来参加心灵的旅程，互主耶稣搁活的圣餐充满伫咱的生命中。后礼拜有圣餐甲洗礼，请咱准备心参加。另外补充报告，
二林区过活节有伫礼拜透早有朝阳礼拜吼，伫王景的所在海边的所在咱若要参加的欢迎兄姐你透早5点半足早吼，透早5点半欢迎兄姐来咱伫教会集合咱前往伫王景的所在迄个所在是6点就开始咱伫教会5点半，透早5点半集合出发，礼拜早起。第二，请为着所有女外兄姐的健康甲生活来代祷，求主保守大家身心灵健康，耀花以力，温上加温。第三，杨那村失事既然奖金，咱头拄已经有办法咱的奖金奖学金，咱求上帝施恩赐福遮个细囝。第四，5月初3拜六，二林区妇女联合庆祝母亲节有郊游的活动，地点伫苗栗泰雅族的原住民文化园区，报名费用是1000块，教会补助一半，包括伫3顿、保险、门票以及车资。报名截止是4月21。意向要参加的，请文芬会长来报名。请咱继续为着生日的人来代祷。奉献的报告，请咱家己看。若是有出入，则过继人员来反映更正。代祷的事项，第一，为身心欠安的兄姐庄严、庄仁聚、黄宏仁、洪杰兴、郑燕昌，以及为咱教会所有的长辈健康平安代祷。第二，为教会青少年的身心灵课业甲因的升学考试来代祷。升大学的有陈慧安，升高中的有钟善如。那么继续为着咱教会适婚的青年的婚姻来代祷。第四，为着出国在外的青年有林怡轩、刘玉明、庄爱玲以及陈恩君来代祷，求主保守因身心灵拢平安。第五，请咱嘛为着咱的姊妹教会代祷，韩国福林教会、集集教会以及德克达亚教会。报告以上，请咱三甲来吟上营圣诗499首，荣光归圣父上帝，荣光归圣子圣神，三位一体，早伫地，现在伫地，将来也永远伫地，无穷无尽。阿门，阿门。请咱起立，吟全首，吟诗线，请陈牧师祝祷。愿主耶稣基督恩惠天父上帝主爱圣神的感动，相当扶持，甲恁三甲伫地对即世到永远无尽。阿门。别得避讳。